第一次坐船都会是这样的。啊，是啊，第一次坐船，头晕。过一会儿就会好一点的。哎，对了，大姐，这还有多久到啊？快了，还有1天吧。1天？我的包袱！倒回去！姑娘，醒醒啊！还没醒呢。姑娘，姑娘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哎，你看看多危险啊！就是，这是干嘛呢？你看看。我的包袱呢？啊，还包袱呢？你不会游水，差点连小命都丢了。啊！可是那里面有我所有的东西，有我爹给我的信，有我的盘缠，都在里头呢。不急不急，他们把你捞起来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捞起来了。哦，那姑娘的信还好没丢。收信人地址呢？怎么少了一半？城西府。哎呦，老天爷，你玩我呢吧！行军司马班勇即刻带兵出征。老天，你别耍我呀！行军队伍走得慢，我要是快马加鞭，兴许还能赶得上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这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北乡公主车驾在此，闲人回避。公主，求求你见我一面，何人拦驾？我是你妹妹呀！哟，本宫何时有个妹妹啦？公主殿下，我的确是令尊中山王的女儿。我娘在平庸房事舞姬，府是令尊才有了我。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到京城来，我想进王府，但下人不许我进去。诉苦的话就省了。你说你是我妹妹，可有什么凭据没有啊？哦，我娘给过我一个镯子，但是路上没有了盘缠，我就把它给当了。可是公主，你瞧我们的眉头鼻子都是一个母字里刻出来的，我真的是你妹妹呀！大胆！本宫是皇上亲封的北乡公主，府中只有一兄一弟，哪来什么妹妹？也不知道哪来的贱人，一点凭据都没有，就想在这儿招摇撞骗。天下人都知道，我父王是个多情种子，每年跑来相认的没有10个也有8个。如果个个都认回去，我中山王府只怕早就装不下了。就算是我父王承认的庶子庶女，也不一定能记住家谱。我瞧你这身唱作俱佳的本事，倒不如去乐府做个歌姬什么的，别再做什么荣华富贵的春秋大梦了。公主，可是我真的是你的妹妹呀，我真的是中山王的女儿啊！把她给我拉走！公主，公主，我真的是你的妹妹呀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我没有撒谎，你相信我呀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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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相信我，公主，求求你了，公主。对啊，万一大哥也不愿意认我怎么办啊？我什么信物都没有。对，娘留了只镯子，但是也没有标记啊。哎呀，饿死了，算了，吃饱了再说吧。你别看姐姐，姐姐饿了啊。吃饱了，脑子也清醒了。班叔，你现在一定要冷静。班叔，你要沉稳，不要着急。这大哥既然是去出征了，那战事肯定要紧。就算我赶上了，估计他也没有什么心情跟我认亲。哎呀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先想个法子，找到我出生的依据再说。要不然，先回趟草原，钟叔那儿说不定有我娘的东西。啊，不行，草原太远了，这一来一回，得耽搁多长时间啊？
客官，汤包子。哎，爹不是在信里跟我说，把跟我相认的事儿都写在一本叫《西域记》的书里了。对了，找到这本《西域记》，不就能找到我出生的依据了吗？可是二伯父说过，爹把他所有的藏书，还有著作，都捐到宫里那个什么兰台里去了。宫里？切！连个官籍都没有，怎么能够证明你是良家女啊？赶紧走！还要什么官籍？说不定人家假造官籍，你还看不出来呢。你，什么东西在底下？过来看看。哇，还好没藏在水车下面。进宫怎么这么难啊？算了，进宫伺候人有什么好的？还不如在这喝茶自在。大哥有消息了，让一下。南阳王染恙在身，万碰。哎，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南阳王是当今皇上的叔祖父，前阵子从马上摔下来，现在还半身不遂呢。王府征求天下名医的告示贴得全城到处都是啊。你要是能治好他的病啊，什么条件他都可以答应你。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？哎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你是大夫吗？我虽然不是人的大夫，但我治过牛，治过马，治过羊，我还给羊接过生呢。啊，那能一样吗？你就是那个来应征的名医，草民正是。你一个年轻女孩子，怎么自称草民？年纪轻轻，最多也不过18岁，能有什么好医术？敢接榜来王府，不会是另有所图吧？王妃误会了，习医者向来不以男女分之，所以我才以草民自称。别看草民年纪小，但草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，那可是大汉第一女名医义许的亲传弟子。真的假的呀？那还有假不成？门口那个门房，刚刚就被我一直点中穴位，现在腰不疼了。妃，你管他是谁呢？你倒让他给我治呗，我不能老是这么瘫着呀，这不能陪你玩儿啊，不能陪你讲笑话了，还不如死了。行了，王爷，讲故事捶背不用腿，你给我躺着吧。我已经被很多大夫看过了，不在乎多他一个了，是吧？王爷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就看着办吧。你要怎么治？是吃药呢，还是针灸啊？草民岂是那些凡夫俗子？草民给人看病呢，既不用药，也不用针，只需要一点河沙。河沙？来，沙放这儿就好了。哎，好嘞。灶房里的热水都烧好了吗？我去看看。啊，把王爷放这儿就行了。啊，放下。就你这样能治王爷？草民不是神仙，也不敢打10成的保票，但是呢，肯定会有效果的。只是王妃，您要记住草民之前的叮嘱，在咱们治病的时候呢，绝对不能有任何人看到，否则这个药就没有效果了。那我让他们下去啊。
可听好了，治好了有赏，要是治不好的话，要挨板子的。那是自然，没治金刚钻，草民也不敢揽这瓷器活啊。您就不用管了，天黑之前肯定有效果的。下去吧。喂，王妃，您这边请啊。我为什么要走啊？任何人都不能看到。难道您不是人？你想怎么治我？王爷，千万不要急，马上就好啊。治不好，大不了跳墙。当初我在草原上用河沙治过马，谁知道治人怎么样？反正死马当活马医。成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王爷，你也知道吧，这良药它苦口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，还是麻烦你帮我多担待着点啊。担待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小姑娘啊，我心里只有王妃，你可不能乱什么呀？别一惊一乍的，待会儿还有更烫的呢。别怕，我说了不会活埋你的，这是给你治病呢。累死我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身上很重，挣扎不动了？好，现在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会从你嘴巴里把这块布拿走，但是你给我保证，不能大声嚷嚷，不能把人引来，好不好？说话算数吗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王爷没事吧？没事，王爷高兴，他说马上就好了，很快就好了。王爷，我真的没骗你，这个真是我们老家一个治病的老方子，你们汉人不知道。在我们草原上，像什么牛啊、马啊、羊啊，只要他们摔伤了，我就会用这个热沙子把它们堆起来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好个七七八八的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。哎呀，你先别顾着害怕呀，别哭，你先别顾着害怕，先感觉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多了。动动。怎么样？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。好，我再跟你商量一次啊。现在呢，我把这块布从你嘴里拿走。你真的不能乱喊乱叫啊！你那个王妃那么胆小，如果看见我把你埋成这样，还不杀了我呀？试试啊！舒服多了。哎，小姑娘，我不结巴了，不结巴了吧？我不结巴了。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什么呀？焖芋头啊，你没吃过吗？这种芋头啊，就是要埋到这种热沙子里面，慢慢的烘出来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糯。好吃死了。小姑娘，以前王妃啊，一直给我吃素，连个荤腥儿都见不到。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那个喷喷香的焖芋头给我来一口啊？闻一下。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可以给你吃。你一定要帮我瞒着，不能告诉王妃我用沙子埋你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真好吃，再来一个。还吃啊？哎呀，这天都黑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呢？
王妃别急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。刚才王爷一叫，我就觉得有事儿。那女的不会是个刺客吧？怎么可能呢？那姑娘要是有什么坏心，咱们离开的时候她就应该动手了，何苦等这么久啊？要不你进去看看？我？那姑娘刚才说了，一旦被外人瞧见，她的医术就不灵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要不这样，你去拿个梯子，快哦，好。不对呀！哎，你绝对不像是进宫长见识啊！小丫头，别骗我啊！本王再怎么说也是王爷，阅人无数。被你瞧出来了。那就说吧。其实什么？我是为了找我表哥。我表哥在宫里当侍卫，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他了。哪个宫的？长什么样？告诉本王爷，我会派人把他传出来。再怎么说，太后娘娘这点薄面子还是会给我的。糊弄我！一看你这样啊，就没跟男孩子接触过，还表哥表弟呢。谁说我没跟男孩子好过啊？我有好多男的朋友呢。你像阿伯、阿明，还有……太行了吧！撒谎，小丫头！哼，我问你，看男人第一眼要看哪儿啊？当然是个子啦，个子越高，看得越远。还有胳膊，胳膊越粗壮，越能拉强弓。行了吧，一看你就不懂男孩子。我告诉你啊，看男人第一眼就要看他的眼睛。眼睛？对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看男人的眼睛，哎，就像本王的眼睛一样，像海一样的深，像墨一样的黑，要刚毅，要勇敢，还要有一种饱读诗书的沉淀，更要有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拔刀相助的精神。本王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帅哥一枚，琴棋书画、歌舞诗赋，那是样样精通啊。可最近，王妃让我吃素了吧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还胖了10几斤。你笑什么，小丫头？王爷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比你还自恋的人。哎呀，这小丫头片子呀，还傻了吧唧的，哼，就不像宫里那些人工于心计。行了，你不就是想进宫吗？看在你给本王爷看病的份上，改天本王爷就带你进宫。真的？说话算数啊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太好了！耶！手，右手，左手。我的右手能动了！我现在有种想飞的感觉。来，1、2，耶！哎呦，沙子都凉了，我再去给你弄点热沙子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等着。再带点芋头。好的，热芋头，等着。哎，夫人，你小心点儿。嘘，小声点儿。哦。来人呐，有刺客！王妃，你慢点。王妃，王爷，
活埋王爷是为了救王爷，你救王爷是为了进皇宫。不成！你这么一个行为古怪的女子，万一进了皇宫以后惹出什么麻烦来，我南阳王府担不起这个责。妃，你这是高瞻远瞩，洞见烛光啊！可是我现在身体真的好多了，多亏了阿叔。我们应该给他重赏，否则被天下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说话不算话，背信弃义的个小人物呢。我让你戒酒，你戒了吗？小酌啊！我不让你乱吃东西，你听了吗？小吃！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！本王再怎么说也是个妃。哎呀，有外人在，你就给我2两银子的薄面吧。啊！要不是给你面子呀，早让你归木屐去了。妃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丫头救你有功啊，赏钱照给，但是我绝不会带她进宫。玉桃，给她赏钱，送她出府。喂，还不走？你不知道吧？我们王爷是京城出了名的妻管严。又被赶出来了。南阳王也帮不上忙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哎呦，衣服还破了。这位大叔，麻烦请问一下，在这儿哪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啊？多谢大叔，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洛阳有这么多胡人呢。洛阳的西市已经算小的了，听我爷爷说，多年前在长安的西市啊，好几千人在做生意呢。好几千，那该多大呀！哎，姑娘，容我问你一句，你手上戴了草环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爹刚刚过世。那我就多句嘴了。中原扶丧的规矩跟我们不同，我们是戴草环，他们则是穿白衣。扶丧期间不准喝酒，不准吃肉，不准做官。戴草环呢，则是卖身为奴的意思。所以我劝你，以后还是少戴着草环为好。啊？中原的规矩就是多。我们认为亲人死后，伤心归伤心，丧礼之后呢，我们会觉得他们的灵魂依然会回到昆仑神的身边，我们就跟平常一样生活了。但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为亲人越难过，时间越长，越吃不下饭，人就越夸他是个孝子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啊？那好吧，等以后没人的时候我再戴吧。多谢大叔提醒。哎，我看你长得像汉人，以后还是多穿汉服为好。毕竟汉人呢，跟漠北部正在打仗，京城的百姓本来就很不待见我们，对我们很不友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呢要自称胡族。胡族？因为他们也是这样称呼我们的。啊？可我明明是从草原来的。大叔，你不是从皮山来的吗？西域离这儿这么远，城又那么多，中原的百姓怎么知道啊？他们觉得我们跟中原人打扮不一样，就是外族，就和漠北部是一伙的。这简直岂有此理！大汉现在出兵漠北部，京城的百姓就更不待见我们了。再加上京城的胡姬，一大半是开酒坊当炉的，恐怕你这身打扮，他们会认为你是……要不然，你搬到西市这边来住吧。真的？谢谢这位大叔。什么叫这位大叔？我叫莫东。谢谢莫东大叔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包袱还有马都在南阳王府呢，我去取了，一会儿来找你啊。一会儿见。哎，南阳王府在这边。
中原的规矩这么多，那我以后可得注意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去问问莫东大叔。新来的胡姬呀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在哪个旧房唱小曲儿啊？让开！哟，小辣椒啊，我喜欢。先抱一抱，打打小屁股啊，然后再摸摸小脸蛋儿，亲一下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怎么样，怕不怕？我怕啊，怕极了，我怕死了。怕的话，那就让我亲一下，亲一下就不怕了。当街调戏民女，你们可真有出息！给我打！好男人的眼睛，像海一样的深，像墨一样的黑，要刚毅，要勇敢，要有饱读诗书的沉淀，还要有拔刀相助的热情。外族人，什么意思？堂堂男儿干什么不好，跑来调戏女人？小子，算你狠！我们走，我们走！外族人怎么了？我没求着你救我。哼！你这什么人啊？那个人一定是魏婴魏侯爷。你认识他呀？我跟他没打过交道，但是在洛阳城内啊，对我们族人避之不及，武功高强，又穿白衣服的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还是个侯爷呢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我们族人好端端的在这待着，哪儿招惹他了？我听说，他跟漠北部打仗的时候受过重伤，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不待见我们这些外族人吧。那又如何？还不是个武夫。外族人也有好坏啊，这都分不清楚，只会乱用武力，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。他可不单单是个武夫啊，他现在是公学的老师，人们见面都称他文武双全呢。哎，莫东大叔，他这么恨我们，你怎么老帮他说话呀？我也不是帮他说话，要不是他率兵打败了漠北部的流寇啊，我姨母全家早就去见真神了。在西市的人们，感激他的人还有很多呢。那，反正他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了。哎，说来也巧，你今天早晨让我打听的事情，现在就有消息了。黄门令刘大人告诉我，太后娘娘正准备为内学堂选拔出2位有才学的女妇，来教授公主还有贵女们读书。虽然不是什么正规的女官，但也珍贵的很。现在啊，正在朝中各个名门世家的贵女们中选拔。到时候我帮你打听一下，太后选了哪家的小姐，然后我再想办法帮你安插进去，做个侍女什么的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可以进宫了。真的？那就多谢莫东大叔了。对了，大叔，麻烦你再帮我多打听仔细一点，我好提前做准备。内学堂，女妇，我也可以啊。你真的想好了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放心吧，莫东大叔，我真的是班超的女儿。再说了，我就教一帮小丫头读书写字嘛，肯定不会露马脚的。我说你们那些族人呢，真是没有好东西。哎，你说班侯爷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，我又收了你的钱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你。这嬷嬷就在里边，她傲气得很，肯不肯帮你学宫中的规矩，还是两说。莫东大叔，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嗨，我不是求你的报答。哎，不对，怎么了？班侯爷刚去世不久，
按照汉人的规矩来说，扶丧的儿女是不可以做官的。啊，即使我把名字给你报上去了，恐怕他们也不会收你。这个我倒忘了。哎，那我就说我是大伯父班姑的女儿好了，侄女儿总不会那么麻烦了吧？反正初选黄门令的刘大人那里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进宫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怎么样留在宫里，拿回你父亲的遗物，这就得看你自己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相信你。这是刘嬷嬷，以前在宫里伺候周贵人的。哦，刘嬷嬷，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阿淑姑娘。右襟搭在左襟上，这是死人的穿法。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还想进宫？哼，我要是都懂了，还要你做什么？3天之内，我必须学会宫里所有的规矩，知道宫里所有的事。这是我的酬金，记着，只许教，不许骂，更不许讽刺，要不然你一个铜板都别想得到。我是来学规矩的，不是来犯贱的。这么长，怎么走路啊？这叫深衣，宫中女子都这么穿。哎呀，稳一点儿，再稳一点儿，再稳一点儿。哇！太后如今御年未满30，受先帝遗命，待当今圣上执掌朝纲。哇！哎，小哥，你能把马车往前挪一点吗？你看这地上全是水，你就往前挪一点吧。班叔，为何停下？我幼承庭训，不愿滥杀无辜。刚才无意间看到了这个，所以才特意停下来等他经过的。大人您看，这弱小的生灵逃过了一劫，还跳舞呢。你公子有好生之德，当然值得夸奖。不过，不可耽误太久，还是快些跟上队伍吧。喂。明公长，寇女妇到。寇女妇，明公长辛苦了。考教进行得如何？已经考教过姨太和女工，那些不合格的都被打发出宫了。余下的这些正默写小雅呢。这是谁绣的？是我的。这位妹妹，
宫中可不能你啊我的乱叫，你得自称央才对。明宫长，我看他的绣功还需要再磨练，不如请他明年再来吧。为什么？你凭什么赶我走？不得无礼，这位是执掌内学堂的寇女妇。那又如何？您刚才讲过，太后派来负责这次考试的是您，又不是他。放肆！宫中重地，岂容你等卑贱之人在此胡闹？愣着干什么？把他轰出去！喂，放肆的是你！在座的姐妹们，谁不是名门之后、功臣之女？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谈论贵贱？你还不闭嘴！这位妹妹真是嘴利，我这丫头也实在疏于管教一些。你说的对，负责本次考教的当然是明宫长，我刚说的话不过是一些建议而已。至于明宫长听与不听，却不是我能左右的了。寇女妇过谦了，您说的也有道理。宫长大人，小女子既然都要被赶出宫去了，那有些事情还真想请教一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“央”这个字只是女子对于尊长的谦称，而内学堂是太后娘娘在宫中为亲贵子弟开设的私学，并非朝廷官衙。如果这位女妇没有爵位在身，那想来跟我们也没有区别了，又何苦要我以“央”字自称呢？我倒是觉得这位妹妹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家母是乐平长公主之女，也是这么教我的。是啊，能来这儿的谁比谁的出身差呀？不就是个乡侯之女吗？还没嫁进大将军府，就冲起贵人来了。是啊。好了，本座还没发话呢，你们都急什么？赶紧写卷子，太后娘娘还在寿安宫候着呢。喂。其实这女子才学不佳，我早已心中有数。只是她姓班，是已故中护军兰台令史班固的女儿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个600担的小官。碧玉，兰芝毕竟年轻，遇事莽撞，还是明宫长想得周到。难怪宫中女官那么多，太后娘娘却只重用您一人。瞧您说的，要论太后最赏识的人，除您这位京师第1才女，哪还有第2个呢？那兰芝就回内学堂去了，不打扰您正事了。哼，如此宠辱不惊，难怪太后会挑中她做大将军夫人呢。姑娘，你刚刚怎么忽然……这些天你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些？我刚拦了你2次，都拦不住你这张利嘴。碧玉不敢，等会儿回了府，碧玉就自行去领板子。我寇家是以诗书之家，哪会轻易重罚下人？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以后还要跟着我过大将军府，难道还想丢人丢到大将军府去吗？碧玉知错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我刚进宫做女妇的时候，拜见过一位曹大姑？曹大姑，记得，她是太后最尊敬的恩师，而且还和哥哥一起编著了《汉书》。太后还是听了她的建议，才在宫中设了女学。这位曹大姑闺名叫做班昭，她那位编著过《汉书》的大哥叫做班固，而2哥便是定远侯班超。是曹大姑的亲侄女，就算再怎么不济，也要留到最后让太后瞧上一眼，不是？所以这口气，我只能先忍着。不过，我倒想瞧瞧，她这种言行无状的女子，倒要怎么在太后面前留下个好印象。这些年，宫里的人老是在说，曹大姑师徒俩是如何才德兼备、举世无双，听得我都有些厌烦了。如今，也是该换换风向的时候。